现在继续来看台东大学7分的自助餐180块，引起着大家热烈的讨论。即摆阁有网友来发文章，讲8一女的学校的自助餐的便当，只有几啊片的高丽菜、一寡炊卵、2、3碟豆干，甲一小碟鱼仔，竟然都要76块，这计小敢有合理呢？8一女是出面来驳回，讲学校算钱的方式就是。主菜就是这块鱼仔是定价45块，其他的配菜用称重的。啊，学校嘛有推出着69块的特餐，互同学来选择。讲这几年来物价一直起，确实嘛影响着成本。啊，就其他学校的自助餐的头家娘讲，若会当卖起价吼，因拢嘛尽量无要起价。大地萝卜配豆腐，佮炒青菜，上一套菜课，真侪同学上期待就是食中昼饭。不过8一女学校自助餐的介绍，都网友拢在讨论。有网友抛出相片，2、3碟细粒豆干，几啊片高丽菜，一撮仔炊卵，佮加上分量无济保烧鲷鱼，安尼就要76块，甚至无白饭，这介绍敢合理？学餐的话，感觉有一点点小贵，因为通常学校里面都还会价格会再低一点。那你觉得合理价钱应该是多少？如果没有换，然后菜感觉蛮少，应该差不多60左右，有点夸张。可是因为大家也常订外食，可能学校有营运成本，所以我觉得可接受，对。介绍敢合理，啊敢食会饱，互大家伫咧讨论。8一女学校说明，自助餐的主菜定价25到45块，亲像鱼仔就较贵，要45块。别的配菜是称重落去算，若是想要食白饭，就要搁加10块。去年到今年哈，因为今年的通货膨胀比之前还严重，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调价，啊，我们能吸收的我们就尽量吸收，不会把它转嫁到学生身上。物价涨悬时代，真侪人烦恼学校卖物件卖变贵，不过学餐的介绍拢需要经过学校膳食委员会审议。啊，这摆引起争议的8一女嘛讲，学校嘛推出69块一个主菜式的配菜每日特餐，学生有更多元的用餐选择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